是娇妻，一生姐妹共聚安。
想当年，全身长态害了谢家300余口满门抄斩。如今谢家兵发上外，要与主上报仇。老夫我全是谢家3万同兵，用我上言真名圣堂，趁势见到与他谢家伸冤。眼看谢家威风重振，老夫我实在高兴得很。今日我一不成器，二不足教，我要出营上朝。带老夫上朝。
万岁不争，我的份紫禁城呀杀一方。乱纷纷，王的行动追不到我，精彩行走。快死三五当作两步阵，两步当作。一步一浪，急急忙忙，朝前奔。带你去到边境，捉拿王魁文牌前来与你作证。当真？也与贵文牌票。官官也你我把无赢。
将军来，鸟语在。天哪！天
文令与我作证，与我作证。什么？我可说了半天，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如今王奎逼不得一线，他是天子的门生，又是丞相的女婿，你们是怕他不管杀你们是怕他不管杀他。人了。
谁生我此？难道我有一个此地不仁吗？
长了4岁，原来是这个狠心，夺命的妹妹忙走。我知道你不理我，困见我就离开，我只要和你说一句话，从今以后就了开手吧。说吧，说2句，你听不听？唉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唉。还把那夜归不是不知道，我亲自张渐渐来照亮。你在外闹，我答应；你在开言，我心想。我和你同坐去外同上山，像一母所生的亲同谁知道妹妹生大心大，是今日夏日已经把我叫，三朝四地不理我，四宝牛手问落魄带白闹。我有错你当一日骂也好，为什么云儿鼻子将我抛？你就说也是神也好，为什么被人都是把路条？四宝牛不明不白不理门，
妹妹，你不要哭，无人可怜，宽自立万滚上你。你要死了，动手动脚的。你既这样说，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怡红院去，你为什么不叫丫的开门呢？此话从哪里说起呀？哦，怪不得你不理我，我只管这样对对妹妹，叫我立刻去死好了。才那一天啊，我不过常在望天生问，来访你秉着公谈心，才知道随了你丫头演戏灵，藏了你怡红院的闭门羹。天下我默默凄凉对院门，遍体生活梨花镜。那一日你蒙着都不理人，今日有比自杀彼此80年。好妹妹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来过呀。那天只有宝姐姐来说过一回。定是丫头们关出来的好事，待我回去问过明白，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们。是要教训才好。当然了，我倒是小事，要是有呀，什么包姑娘来了，白姑娘来了，也把他们当在了，实在可大了。你还是不是话你到底是气我呀，还是咒我呀？这又有什么要紧呢？快，劲都抱起来了，还记得一莲花呢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，你倒说说看，什么放心不放心的？好妹妹，你当真不明白这话吗？难道我平日在你身上用的心都用错了吗？实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然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骗我，你若真不明白这话，不但我平日把费了心，而且连你对待我的心都过不了。你正是因为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动了心，才弄了这一身的病。你让坤为心，病就会好的。